丰台苏拉接近哦，又搁拄到今仔是中元节的大楼，高雄屏东沿海地区各有地势较低的所在，因为海水倒急拢淹水。高雄的基顶哦，早起水是淹到大人的骹肚林，屏东东港的东经里水嘛淹到半个轮啊，遐尼悬。往来东港小琉球的东流线，受到风台影响，轨道开始停驶咯。明仔载哦，嘛会全部停驶一日。 惊断着水是大人甲菜拿起悬了水断去，还佫摊贩断着中原普渡大日子，卡踏伫水中继续做生意。我在这卖3年多，第2次，我遇到第2次而已。就是水泛上了。对，还好，就是不会觉得很奇怪啊。透早7点左右，高雄基顶派出所进前，还佫临近巷弄较低的所在，拄着大楼水深一度来到成人的骹步。这大沟啊有坑啊，有领土啊。 咧种有空啊，有空伊个水就渗入去啊。海水倒灌，互排水孔透袂离，还佫有徛家临近市场，海水混合着油垢流入去厝内，就要等排水机抽了水，才会当清理。屏东东港镇较低的所在嘛有积水的现象，透早5点外水开始冒起来，积水超过10公分。交通啊，学生啊，要上课，甲一寡要上班的，较迄落尔。 高屏这2个所在积水伫早时9点了后陆续退去，毋过风台影响嘛逼近。屏东往返小琉球的东流线过道了后无开，31颗即是全面停航。今天的船就只开到11点50跟12点，对，所以我们需要提早进去这样。 烦恼风影受大，影响安全，东流线旧景性的停止航线。9月1号敢要恢复，爱去看风影的状况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俊高雄屏东报道。